舍。命运的玩笑究竟怎么解？开挂的系统就能不停歇？一板一副，我整个失恋，阵法招式和境界，谁值得考验？是我一记看下去。来不及防备，逼得我无路可退，这大概是什么鬼？你什么段位？我堂堂的天神，主宰谁怕谁？别给我机会，我要一路到神迹，人生中不是原罪，怒气都加倍，惹恼我的人要小心天降地雷。艾丽师兄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啊？下一集在哪儿啊？你点击追番就知道了哟。太上忘情图，今朝已开辟。等一下，这次让我先动笔呗。行。到石龙舟有1000年了吧？999年。这幅仙鹤图我们画了得有499遍了。是999遍，1年以内。我画到第500年，你才应运而生。什么你的我的，我就是你。哎，我问你，我们还要画多少遍才能练成太上忘情？太上忘情大阵呐！你什么时候练成的？你不就是我吗？你怎会不知道？我明白了，你是以画入道，一生二，再生大道万千。没错，距离我们练成太上忘情，只差这画鹤点睛的最后一笔了。哇，我自己领悟出来的。我好聪明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用了几百年才悟出来，真聪明。哼，你笑话我就是笑话你自己。别担心，破镜的契机都被封存在这儿。你等了1000年了，才等到这一次机会。既然等了1000年，何妨再等1年？再等1年？如果在1年后的那一天合道成神，我们会立下震动天明的不朽功勋。你是想？这是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唯一办法。
今天，天盟掌控石龙洲大地的千年之期已到，我妖兽族新晋真神神符大军，代表我族向天盟发起挑战。子辰，我终于追上你的境界了。千年前你杀家师之仇，夺我疆域之耻，今日都由我来讨回。啊，你是上次那谁来着？你越来越年轻了呀。上次出战的是家师，不是我。认错了？那你哪位啊？神符大军。什么大军？神符。什么符？你消遣我！不愧是我追赶的子辰，不败的战神。哦，我是你追的目标啊！追赶目标啊！行，你是后辈，那我以后就叫你小福子吧。你怎么给人乱起外号啊？小福子呀，干嘛？两族大战的水太深了，你把持不住哦。等你毛长齐了再来吧。子辰，你堂堂真神，怎么说话像个市井破批啊？我们真神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。哎，你长得没我帅，怎么包袱比我还重呢？长得帅又怎么样？你会为你的无礼付出代价。吓唬谁呀？你们要是真行，现在也不会是人族执掌石龙洲了。你人族虽强，但真的无懈可击吗？听说黑羽族把你封印在凡间的圣邪剑弄出来，暗夜到底是怎么闯入凡间的？你们现在也没弄明白。你怕不怕天盟也被人突破呀？有话直说。就算你人族势大，你能同时跟黑羽族、妖兽族两族开战吗？哦，也许不止两族呢。竟敢串联对抗人族！我们不仅敢，我们已经做了。报！天盟急报！急报是不是说，黑羽族、妖兽族、血族同时进犯人族多处重镇，请子辰星君就近驰援？子辰，只要你认输让出石龙洲，我就放你走，如何？我子辰不接受威胁，今日先灭你全军，再言其他。好，梦中都期待与你一战。等我画完这幅画，你们再打开始。刚刚那股力量，竟是发自于他吗？这是近乎河道的力量啊！小雨啊，你已被贬出天盟，按律例不得插手神战哦。哟，天盟盟主的小女儿竟然被贬了，不如加入我族麾下呀！我给你个神将当的。是天道天宇，天高河道啊！天宇今日愿成为天盟第5位真神，愿为天盟终结大战，愿将石龙洲永远纳为人族疆土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盟主率领3大真神亲至石龙洲迎接我回天盟。我要天盟
追授我王母最高尊号。大胆！你母亲只是一介草民，她不过是个罪人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子兴余孽，大胆无礼！我子辰代表天盟应允了。西天，这万万不可呀！小福子呀，你们的小算盘要落空了。我天盟多出了一位真神。好啊，事已至此，那我便在此静候天宇登顶真神之境界。太上忘情！不错，天地间总算有人配得上你。哎呀，不妙呀！子辰，快帮帮他，你算盘可别落空呀！不对劲，快终止河道！终止？不！收手吧！天意如此，天意我就得听了。天之至死，用之之功，太上忘情！天雷反噬，不自量力呀！自取其辱，还敢耀武扬威，区区混种还想成神？我还以为只有我会嘲笑他。子辰啊，你天盟不过如此。天盟大军听令，即刻出发支援紫星洲。神父，我劝你不要走。他叫我名字了。子辰，你今日便去紫星洲吧。3日后，你我在星河里决战，胜方一族赢得1000年之大战。一言为定。他的星象竟然也是紫色，我们还挺有缘的。醒醒，醒醒！你化作实质了。哎，你别勉强啊！我该怎么办？天雷反噬，这是天意不让我修成正果。我难道要眼睁睁错过这次大战，再无尽的等下去吗？所以你还是得靠我呀！刚才在天雷中，我看到了一些东西。还有3天时间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如您所料，天宇河道果然失败。子辰已驰援紫星洲，我与他约定3日后于星河决战，他也应允了。看来他不如传说中聪明嘛。调虎离山之计已成，接下来3天，天盟自顾不暇，就不会注意到石龙舟了。下一步，你就用这把空间权杖，将整片石龙舟大地封禁起来。权杖会助你找到石龙舟的宝藏，那个万年来人妖2族一直寻而不得的宝藏。是。另外，你还要帮我做一件事。请讲。杀光未来3天，
所有来到石龙州的最高书院弟子，所有。是。你去石龙州前再陪我打一盘。你去石龙州前再陪我打一盘。你去石龙州前再陪我。每天醒来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模样，有点困难。且慢，我想有些事情不适合太快。比如结合太情况，经济名额有限，报名队伍这边排。有些事要喜欢才会痛快，志同道合这一数就是真爱。有些事不一定照规矩来，但下次外挂别再开，我们用心对待，总有人说开黑他一定会来。速度要飙上800迈，外套第一选择迷彩。中二的年纪就要狂起来，就当一回游戏天才。笑容决定运气好坏，但要给我算命请走开。下次带你领略城市色彩，听听凡人物